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歡迎楊秀成博士。2號斌、詹金儀、林嵐、黃新瑤、湯永琪、梁碧瑩，歡迎咁多位。今日出戰我哋 A-Fed 英皇膽嘅快閃電中3站可以唔識嘅咧，會有英皇集團主席楊秀成博士，歡迎你。有英皇北京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、香港英皇娛樂集團營運總裁霍文希 Manny， 歡迎你。英皇娛樂北京及廣州總經理黃永欣 Ada， 歡迎你。以及英皇娛樂嘅一眾藝人朋友。好，我哋請我哋嘅藝人朋友自我介紹一下先啦，逐一自我介紹一下先好唔好啊？大家好，我是英皇廣州的藝人林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藝人 Elli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胡長立嘅，大家好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許靜偉 Angel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泳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宇姚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郑金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 rapper 王心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湯永琪沙威爾。歡迎咁多位，跟住嚟萬眾期待嘅 A-Fed 英皇膽嘅快閃電中3站啦！我哋會即將進行嘅係剪彩儀式，有3位工作人員呈上彩帶金剪，亦都請我哋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就位。我哋嘅快閃電中3站今日就喺海亞繽紛天地1樓正式營業，請各位嘉賓準備好。我哋可以保持住一個準備點菜嘅動作先啦，咁我哋現場嘅媒體朋友啦可以影翻張相先嘅。我哋可以 keep 住呢一個動作，望住前方嘅攝影師，等我哋嘅攝影師可以捕捉到一個值得紀念嘅時刻先嚇。OK， 呢個時候象徵住喜慶同成功嘅彩帶即將被展開，我哋一齊倒數3個數，3、2、1，剪彩！金剪齊開，財源滾滾來，彩帶飛揚，前程似錦，標誌住 A-Fed 英皇膽記喺中山嘅故事，開啓全新嘅篇章。再次掌聲送俾咁多位，多謝咁多位。係啦，跟住我哋可以望住前方攝影師啦，就轉頭可以影張大合照先嚇。呢個時候亦都展出咗輝煌同埋興旺啊！祝願 A-Fed 英皇膽記中山快閃電生意興隆，客似雲來。我哋可以一齊望住前方嘅攝影師咧，影翻張大合照。1、2、3，耶 ！OK， 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做少少互動啦，傾傾偈啊！我哋問下現場嘅藝人朋友，我哋揀幾個，我哋問下 Vincy 先啦，我哋會有3個詞去形容而家嘅心情。超開心，係興奮，係啦，生意興隆。誒，咪4個字嚟㗎？哦，3個字。好生意。好生意，好 OK。咁我哋再問下 Ken 啦，唔錯啦。Hello， 係，都係問翻個問題啦，要形容一下你而家嘅心情，用3個詞，你會點形容咧？新奇，好玩，刺激。好新奇，好刺激，好好玩。OK， 多謝你。好啦，我哋問埋 Angela 啦，不如好嘛？好。我要用3個成語形容我嘅心情。才女喎。就係咧，好似呢間鋪咁啦，紅紅火火，帶子紅紅，同埋紅運當頭。OK。好啦，跟住嚟咧，我哋都問一問 Manny 啊，嗱，從培養藝人嗰度打造一個實體嘅空間，呢一個概念對於你嚟講，同打造一個藝人似唔似啊？你覺得？我咧做緊一個係嘅
方位嘅體驗啊，會有一個五感嘅體驗。多謝 Mandy，咁啊，我哋咁多位朋友咧，今日晏晝就可以入去咧體驗㗎啦。再一次多謝咁多位來賓嘅出席，可以移步到我哋休息地方咧，稍作休息嘅。我哋都準備咗啲開業嘅禮包俾現場嘅朋友們喎。嗱，如果有朋友想要呢一個裝滿住驚喜同埋喜悅嘅禮包，我哋可以俾到有冇朋友想要？